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1章。我领受一支尺，形亲像管仔，阁有声对我讲：起来去量上帝的圣殿甲祭坛，阁算殿内敬拜的人数。毋过，圣殿外口的埕毋通量，因为外埕已经交予外邦人，因为吞踏圣城42个日久。我要准我2个见证人穿麻衫，有悬传道1260日久。这2个见证人就是徛伫全地的主面前的2丛橄榄树甲2支灯台。老人要害因，因会对喙吐出火，将对敌消灭。老人要害因，一定会安尼受杀害。这2个见证人有权通关天，予因传道的期间无落雨，因嘛有权掌管水，予伊变做血，阁照因所爱，通不管时降逐种灾害攻击大地。因见证完成了后，对无地深坑墙内迄只兽画甲因交战，将因征服，甲因杀死。因的身尸会倒伫大城市的街路，这城市人甲伊比拼做索多玛也是埃及。因的主嘛伫遐予人顶十字架。3日半久，对逐个民族、逐个族群、逐款语言、逐个邦国，有人会来看因的身尸，毋准人甲因埋葬伫墓里。住伫地面上的人会因为因的死来欢喜快乐，甘愿礼物，因为这2个先知有予地上的人受到苦楚。3日半过了，对上帝遐有活气入去因内面，因就爬起来徛，看到人大惊吓。因2人听见对天来大个声对因讲：起来食。因就伫对敌的面前坐云上天。拄迄时有大地动，迄座城倒10分之，因为地动死去的有7000人，其他人大惊吓，归荣光予天顶的上帝。第2个灾祸已经过，第3个灾祸连绵到。第7个天使分伊的喇叭，天顶有大个声讲：世间的国正做咱的主，甲伊所设立的基督的国，伊要永永远远做王掌权。伫上帝面前坐伫因家己座位的24个长老，面趴落去敬拜上帝，讲：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全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掌握大权，你已经做王掌权。外邦大受气，你嘛发受气，世人受审判的时机到啦。你的仆人众先知，你的信徒甲敬畏你的名的，无论大个小，你报赏因的时机到啦。败坏地，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。上帝伫天顶的圣殿就开，伫圣殿内，伊的约柜看现，忽然有4呐响声、雷弹、地动甲大炮